有濕疹嘅你，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唔需要再經歷到痕到成晚都瞓唔着覺，拗到紅晒流晒血，你需要嘅唔係更加多嘅藥膏，而係一個有效嘅管理方法。我有一個少少嘅心得，想同大家分享一下。揀潤膚膏咧，最重要嘅唔係揀牌子，而係用嘅份量。好多人咧淨係會搽少少好有問題嘅地方，但係醫學嘅報告顯示咧，如果你可以用一個星期用到400 gram， 就大約好似呢一個 size 咁樣嘅咧，濕疹嚴重嘅程度可以好翻90%咁多嘅。點解用咁多？因為濕疹唔係單純皮膚紅痕，而係成個皮膚嘅屏障咧都係破損咗。如果你淨係搽翻有濕疹嘅部位，其他嘅地方仍然會水分流失，令到皮膚咧都係敏感，容易發作㗎。所以最緊要嘅係要全身搽，只要將全身嘅皮膚屏障都修好，先至可以真正嘅鎖住水分，由根源重建皮膚屏障，濕疹就唔會輕易反覆發作啦。Save 低呢條片，下次有需要攞翻出嚟再睇。